全球气候异常澳洲出现真罕见热浪的风台，叫做波利，影响到荷兰甲德国，目前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了。另外，包括国际航空甲铁路的交通，嘛拢受到真大影响。医护人员伫风雨中为就医受伤的人做心肺复苏。罕见的热天风暴波利升到荷兰甲德国，伫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哈尔伦市，一位51岁妇人因为树仔倒去，缀着伊的轿车煞死亡。阿姆斯特丹有2个查甫人，分别去互吹倒的树仔甲电火条仔缀着煞受重伤。德国方面伫瓦近荷兰边境的德国瑞德小镇，一位64岁妇人去互倒去的树仔缀着死亡。荷兰当局要求地区数百万人留伫厝内。At first, I was like, okay, should I go outside now or not? And then eventually I decided to go biking. But at first I was like, is it safe or is it not safe? 初五，欧洲上无型的动电之一阿姆斯特丹斯基普机场也因为大风取消400航班。陆上交通方面，真侪路树倒去，影响车辆通行，铁路运输也受到阻碍。I was going to train from Amsterdam to Berlin, and it got cancelled, so we can't go anymore, unfortunately. So we're going to try get a bus maybe from here to Eindhoven, and then a taxi or something like that from there. 另外，伫沿海地区是因为大风造成破坏。荷兰气象局表示，北部的伊捷麦登港测到11级风，阵风每点钟146公里。气象专家表示，这场热天风暴是侵袭荷兰史上上强，当局发布罕见相关级别的红色警报。另一摆荷兰出现类似强度的风暴，是伫2018年1月。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。